认真提早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受到东北风空气较大的影响，各地雨受较长雨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今仔日北部甲东北部小可有较凉冷，日时啊，较方便的东部甲东半部，高温是25度至27度。也若其他的所在，高温会甲28度至31度。另外，伫咧雨势方面，中部以北甲东北部的平地雨会较少，南部甲华东也有各地山区也受局部的短暂阵雨。今仔日嘛是这礼拜雨相对较少的一天。也若为明仔载开始，水汽就会豆豆增加。山区日时啊可能会落雨，也若平地大部分拢是多云的天气，有当时啊有局部的短暂阵雨。也若到为拜三到拜六礼拜，水汽拢是较高的。这段时间大部分的雨拢袂讲真大，不过天气要是无稳定，有当时啊甚至会上大雨。